如果要推薦一間美容院，我會揀 Colfax， 位於旺角 Top 廣場上層，超近地鐵站，好方便。呢度嘅美容療程產品超多選擇，無論想解決皮膚咩問題都幫到你。嚟個 room tour 先，房間寬敞，營造舒適感覺，用具都消毒過，整潔到滿分。事不宜遲，我要享受我 me time。先卸妝，再潔面，全面每一個角落都洗得乾乾淨淨。都市人普遍成日夜瞓，黑眼圈令人望落好殘又攰。自喺部 RF 擊退黑眼圈療程，幫我減淡眼周黑色素，同時增生膠原蛋白 BB， 改善眼肚凹陷問題，消除眼部浮腫，雙眼即時 bling bling。敏感皮膚一定要使部機，雪膚肌敏感皮膚修復療程，採用電離子技術排出皮膚毒素，等之後精華可以真正吸收，超強鎮靜抗敏功效，迅速降紅及消腫，減退敏感，連毛孔都收晒埋，非常水潤。再敷上面膜休息，成塊面簡直好似重新咁，疲倦咁消失晒，即刻去 Colfax 預約療程。